今日嚟到藍田 Coco Hills 睇一套2房1廳輕奢風員工單位，全屋家私全包，先用咗5萬幾蚊。一齊去睇下做咗咩嘢家私啦。嚟到客廳位置，客廳唔算闊，所以我哋設計咗懸浮一字形圓弧電視櫃，同餐邊櫃自然呼應，出入房級碰。呢種設計超適合細客廳，視覺輕盈顯闊落，搭配木色山架護牆板，帶出全屋輕奢格調。跟住入到主人房度，主人房係油壓床加梳妝台組合衣櫃，床底超大密閉儲物空間，行李箱、床褥、大件、雜物都可以塞得落。梳妝台搭配護牆板，冚燈工藝點綴，坐喺度化妝心情都靚啲嘅。到頂衣櫃帶嚟海量衣物收納。最後係次臥空間，屋主喺呢間房無放床，設計滿牆收納櫃，用嚟放屋主嘅包包同衣物，底部留空放行李箱，黑框玻璃櫃門，攞嘢方便又有質感。上層收納唔常用嘅物品，趟門開關唔阻地。成間藍田 Coco Hills 2房1廳，由入門、客廳、主臥到次臥，所有訂製櫃體木紋、門板配色、圓弧細節，全部成套統一，全包淨係5萬幾蚊。比起分開買零散成品家私，度身訂製慳大量空間之餘，總價仲抵好多。